Yo, what's up？ 我係 Jokers Education 嘅 Jerome。事先聲明，呢段片絕對唔係喺度講我嘅 course 有幾勁。報讀我嘅課程，除咗會得到我精心製作嘅筆記之外，仲會學到霸氣寫作十式，確保你可以喺考試入邊奪升 level。亦都唔係話我有咩 quality， 我自己就喺2年之內由會考嘅 Grade C 升到 A level 嘅5卷全 A， 更加喺8個月內完成香港大學碩士學位課程。行內我唔擔保係咪後無來者，但肯定前無古人，絕對唔係賣緊廣告。做咩？一段片只係簡單對我嘅學生嘅一個承諾。呢條片用啊！我承諾我會全心全意為學生，所做嘅一切都會以學生為本。喂，你搞到個頭又紅又紫，以為自己大紅大紫啊！而家搞咩嘢？點全心全意為學生啊你？對於呢個問題有3個可能性。第一個，佢喺出世嘅時候已經係藍色頭髮嘅。第二個，佢啱啱俾俄羅斯嘅隕石劈中咗。第三個，係，我承認我係特登染呢個藍色頭髮嘅，因為我要話俾全世界知，藍色頭髮嘅老師都可以教。為咗證明自己，我比其他實力更強。如果我有一日被金錢、被名利沖昏頭腦，我希望你會 send 翻呢段片俾我。如果你有興趣嘅話，可以睇一睇我之前拍嘅短片。如果你仲想睇多啲我拍嘅短片嘅話 ，like 爆佢，喪咁啦！夠1000個 like 我先開工㗎，拜拜。